喂，大家好，翻嚟現代三國志啊！今集講 Nexperia 嗰單嘢，咁啊大家都應該知啦。咁同埋上個禮拜我都有提過嘅。咁咧想研究下荷蘭有幾白痴啊，同埋而家歐洲咧基本上死得啦。有呢啲咁嘅政客咧啊，即係基本上好快玩完。唉，我嗰啲咳同埋啲喉嚨咧都係咁。好翻少少啦，但係都唔係話太舒服，咁唔緊要，照撐落去，照做節目。咁但係咧呢幾個禮拜真係好忙，極忙，咁所以咧即係盡量講快啲，盡量強調啲精華俾大家。咁嗱呢單嘢咧，大家都應該聽過 Nexperia 中國公司晶片公司喺荷蘭嘅嗰個基地。咁佢啲廠房咧喺全世界，雖然我知道大家都起碼聽過，但係我同大家回顧一下發生咩事。OK， 9月30號，荷蘭政府國有化呢間公司，之前明搶啊，明搶。OK， 咁幾日後呢，10月4號呢，中國就還擊啦。咁點樣還擊呢？上次都提過㗎啦，禁止 Nexperia 喺中國嘅廠出口任何產品。OK， 咁而家呢，荷蘭政府呢，就驚啦，就要求同中國溝通。OK， 大家諗下成個過程係有幾白痴同埋搞笑。OK， 係荷蘭政府明搶你呢間公司。OK， 用咗一啲好低能嘅原因，用咗上世紀50年代一條冷戰嘅條例。OK， 又係嗰啲國家安全嘅條例啦，同埋加埋話佢驚中國奪取歐洲嗰啲晶片科技。咁呢樣嘢係白痴嘅，因為呢間公司咧係做中低端嘅，呢啲中低端嘅晶片呢，中國大把，蝕埋眼都可以設計到同埋生產到，唔使喺度奪你嗰啲歐洲科技。OK， 要奪都係奪英偉達嗰啲啦，唔係你呢啲咁嘅歐洲嘅上世紀科技啦。OK， 嗱 anyway， 咁然之後呢，中國還擊啦，因為呢間 Nexperia 咧係中國有廠嘅，中國政府即刻禁止 Nexperia 嘅中國廠房出口，禁止出口，咁嗰啲貨去唔到歐洲嗰啲廠嗰度整產品咯，尤其是汽車，因為呢啲晶片咧係用於喺汽車嗰度用嘅。哦，驚啦，成個歐洲都驚，荷蘭政府驚，咁而家咧就荷蘭政府要求同中國大陸解決呢件事。喂，你出擊先嘅喎，你偷人嘢先嘅喎，而家要傾搞 Q 錯啊，係咪好白痴啊？即係今集呢個 video 咧係想強調啲荷蘭政府搞呢壇嘢嗰班人個腦真係生喺屎忽嘅，唔係講笑，白痴弱智超低能，有冇諗後果㗎？即係你基本上咧，小學生識得上網都可以查到 Nexperia 嗰啲廠喺邊啦。OK。亦都查得到其中一間廠咧係東莞嘅，咁你咁高明去做一啲咁離譜嘅嘢，中國一定會還拖嘅。咁既然你有一條生產線喺東莞，中國梗係喐你呢條生產線㗎啦，係咪啊？啱唔啱啊？即係你咁嘅後果都諗唔到，咁咪即係你抵你收皮啊！你去自殺啦，去打靶啦。嗱，咁而家咧。歐洲嗰邊有個歐洲汽車生產協會全名叫做 European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佢喺度出嚟高調咁話係好擔心呢樣嘢，因為中國如果唔出呢啲片去歐洲嗰啲汽車製造商呢，咁歐洲嗰啲汽車生產線呢就會停晒喺度噶。OK， 你冇咗嗰啲晶片。你即係唔可以完成嗰架車噶嘛，啱唔啱啊？OK， 佢呢間呢個咁嘅協議association 咧，咁呢個協會咧出嚟好高調兜面話係會影響歐洲嗰個汽車生產線嘅，好大影響，亦都強調話 Nexperia 咧係一個好重要其中一個供應商嚇。呢個 Nexperia 呢間公司咧係專係生產 high volume of electronic control units for automobiles， 即係你架車裏邊嗰個晶片控制個車嗰啲 function， 即係嗰個晶片咧，呢間公司做嘅。
咁呢啲晶片咧就唔係咩高端嘢嚟嘅，都即係算先進咧，但係唔係話即係去到7納米啊、5納米啊、3納米嗰啲嘅，因為嗰啲就擺喺電話度噶嘛。呢啲咧係20納米、28納米、50幾納米以上嗰啲嚟嘅。咁佢嗰啲廠咧喺英國 Manchester 啦，喺德國嘅漢堡啦，喺菲律賓、馬來西亞同埋中國東莞嘅。咁佢喺歐洲嗰兩間咧，即是喺 Manchester 同埋Hamburg 漢堡嗰兩間咧，就係做 fab 嘅，即是即係做生產嘅，叫做 front end 啦。咁然之後喺亞洲廠咧，喺菲律賓、中國同埋馬來西亞嗰啲咧，就係做 back end 嘅，即係做 assembly and testing 呢個裝配同埋測試。咁喺亞洲呢三間咧，中國東莞嗰間係最大。咁所以而家中國基本上 shut down， 唔係 shut down， 即係去 close off export 出口嗰部分咧，對 Nexperia 嗰個生產線咧係好傷嘅，好大影響嘅。佢亦都唔可以調嗰個程序去菲律賓啊或者馬來西亞嗰度，唔可以咁快調咁多 capacity 去其他菲律賓同埋馬來西亞嗰啲廠度，起碼係講緊1年2年以上嘅，因為你即係做組裝，你做呢個 testing 啊，你要買好多設備，咁然之後又要運去嗰啲地方度，同埋加埋而家中國有稀土出口限制呢。OK， 你做呢啲咁嘅 machine tooling 啊、機床啊、testing equipment 啊嗰啲。我相信都包含一啲稀土嘅。如果你冇稀土，你又做唔到 testing facility 啊，或者嗰啲 machine tools 嗰啲機床咯。咁樣就即係好難去好短時間內去製造呢啲咁嘅機器，賣呢啲機器，咁然之後搬呢啲機器去菲律賓、馬來西亞做唔到，淨係可以靠現貨。現貨有幾多唔知道。OK， 即係總言之，短時間內嚟緊嘅年幾咧，都未必解決到問題。講緊起碼2年3年以上咧，就可能解決到嘅。咁但係，喂，唔好諗得咁長遠啦。我哋諗而家幾個月點樣對付呢個問題啦。你停6個月冇 Nexperia 呢啲芯片用咧，喂，歐洲嗰啲車企都死得啦。亦都影響埋家電啊，你微波爐啊、雪櫃啊嗰啲，因為尤其是喺歐洲冚嗰啲咁嘅家電咧，亦都係受影響嘅，因為呢啲家電會用呢啲咁嘅 Nexperia 嘅中低端晶片。歐洲咧，尤其是東歐啊、波蘭啊、捷克嗰啲地方咧，仍然好多家電嘅生產線嘅。呢啲生產線咧都係做組裝 assembly，OK。即係佢嗰啲 parts 啊、嗰啲 components 啊、嗰啲配件咧，大部分中國有啲喺其他地方，咁然之後咧去到歐洲、波蘭嗰啲地方做冚嘅。OK， 但係而家晶片嗰一 part 做歐洲，咁啊嗰啲生產線又停晒咯嚇，所以呢個係極大影響㗎，極大影響歐洲嗰個經濟。呢樣嘢咧，亦都好似大概1個月前波蘭停咗。或呢個唔係話停咗，應該話係 shut down，即是閂咗佢波蘭同埋白俄羅斯嗰個邊境。咁嗰啲由中國透過白俄入歐洲嗰啲貨車咧就通唔到。咁點解波蘭要咁做咧？因為當時白俄羅斯有軍演，波蘭唔 like 呢樣嘢，咁就閂咗個邊境。咁由中國去歐洲嗰啲列車咧。嗰啲貨車咧就入唔到 ，OK。咁呢單嘢咧又係好白痴嘅，但係好快解決。點解？因為好多西歐嗰啲廠同埋嗰啲公司嗌救命，喺度嘈，喺度鬧波蘭，尤其是德國。OK， 喂，德國嗰啲廠仍然有廠嘅，雖然佢去工業化緊，嗰啲廠靠好多中國嘅零件 ，OK 嘅產品 ，OK。波蘭喺度咁樣玩嘢，唔俾啲貨車入歐洲，停晒啲貨喺白俄嗰個邊境嗰度。喂，搞錯啊，好難做生意喎，搞到嗰啲生產線停晒喎。咁所以呢，波蘭呢就好快開翻嗰個邊境，俾啲貨車入，俾啲貨入歐洲。OK， 即係呢兩單嘢呢，荷蘭同埋波蘭呢
即係嗰啲政客呢，又係呢個老生嘅屎忽嘅。荷蘭嗰單嘢我哋知道呢係美國佬教佢做，叫佢做嘅。我哋收到一啲消息呢，就係荷蘭嗰個 Foreign Ministry， 即係外交部就收到美國嘅 order 做嘢嘅。咁然之後呢，就呢個 order 呢就 pass on to 呢個負責 Industry and Commerce 嗰個部門。咁然之後佢呢就國有化 Nexperia， 但係你有少少智慧都知道中國會反擊啦，係咪先？你上網查唔使半粒鐘，使1分鐘時間都睇得到。咦，其中一條好重要嘅生產線係東莞喎，大哥。北京一環拖，東莞出唔到貨，成個歐洲跪晒喺度。嗱，咁所以呢單嘢呢，就繼續㗎嚇。呢個荷蘭嗰班官呢，想同北京傾一傾，咁唔知傾成點㗎。咁呢單嘢係值得繼續睇落去㗎。我相信同埋希望呢單嘢呢，就北京就會重手啲，OK，即係唔可以咁容易俾你甩嘅嚇，俾你荷蘭仔甩嘅，因為你做嘅嘢真係太離譜啦，違反晒市場規矩、合同精神，即係唔重手教訓你呢，真係唔得。咁同埋即係真係要 make an example 咯，教訓下你，殺雞儆猴。如果唔係咧，其他人又會玩嘢㗎啦，好似班荷蘭白痴咁樣。咁有消息話咧，Nexperia 嗰啲晶片咧，只係得嗰3個禮拜嘅儲蓄嘅啫。3個禮拜後咧，就用晒嗰啲晶片啦。咁基本上冇晶片俾歐洲嗰啲車廠㗎啦。所以如果中國企硬咧，希望企硬啦，可以真係懟冧成個歐洲經濟嘅。因為歐洲經濟即係大家都知去工業化緊啦，仍然車嘅工業呢係撐得住嘅，係撐得好辛苦，但係仍然都撐到。咁但係透過呢單嘢呢，就真係可以懟冧佢啊，懟冧成個歐洲經濟。歐洲嘅車企呢，可以憑呢單嘢呢，真係 game over 啦。嗰啲公司都可以生存到嘅，如果佢哋搬去中國嚇，但係真係喺歐洲嗰啲 operations 嗰啲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嗰啲就真係 game over 啦。Anyway，講到呢度先，遲啲再傾，拜拜。